Hi，我係怡玲，今日煮啫啫雞翼。雞翼解凍之後洗乾淨，再抹乾水分，加入調味料醃一醃。唔記得咗加老抽添，醃佢30分鐘以上，隔夜就更加入味啦。配料我哋需要少少洋葱切塊，乾葱頭1開4，跟住仲有好多蒜頭。有沙薑就用沙薑，冇沙薑嘅話用普通薑都得嘅。熱鑊落油，將雞翼煎一面金黃色，再反面煎另外一邊。煎好嘅雞翼夾起身，煎過雞翼嘅油呢，倒入珐琅煲或者砂煲都得。油唔夠，我再落多咗少少油。配料倒入去，中大火炒香佢。轉細火將啲雞翼鋪上去，一定唔好重疊啊！淋一圈紹興酒或者係廣東米酒，冚蓋細火焗佢5分鐘。焗好之後，擺啲葱落去。如果仲有少少水嘅話呢，就開中火收一收汁。呢個時候已經非常之香㗎喇。焗5分鐘呢，時間啱啱好，雞翼又唔會唔熟，非常之嫩滑。你哋都快啲試下啦！